Hello，各位觀眾啊，好耐冇見啦，亦都差唔多成2個月冇出呢啲嘅投資片啦，主要因為自己忙啦，有時亦都係自己懶啦，因為唔同打機啊，即係你拍呢啲片嘅時候咧，你要做好多嘅功課啊，甚至因為自己其實分析好多嘅公司咧，你要再去到拍一段片去到 present 俾人咧，都係要將啲資料整合嘅，一個好嘅投資者其實自己喺個腦裏面計晒數就已經得㗎啦，唔需要將啲嘢打出嚟。但係為咗各位觀眾嘅緣故咧，咁我都係要花啲時間嘅。不過好彩今日年30晚啊，聽日放假咧，亦都半日市啊，所以我晏晝咧就可以有時間咧，好快咧將今日想分析嘅公司咧，去到做啲資料嘅整合啊，免得好似大家覺得呢個頻道已經冇咗投資呢回事啊。anyway， 今日咧想同大家分析咧就係呢一個叫國際家居零售有限公司，亦都係大家所知嘅日本城啊，即係周街都見到，好似開到7咁樣嘅。不過喺分析之前咧，我哋都係要找一找數嘅，睇下我哋之前所分析嘅公司而家佢哋嘅表現究竟係點啊？其實我免責聲明已經講過，不過我要再重複一次咧。我揀呢啲公司分析咧，係同我自己第一，我唔係持牌嘅經紀啦，即係我唔會去到推介一啲公司啦。第二咧，亦都唔會就時間嘅，即係譬如哇，我知呢隻嘢就嚟升啦，為咗人哋信我係掂嘅話咧，我就喺呢個時間 moment 推介俾大家睇啦，跟住之後落好多 like， 我就唔係咁樣 work 嘅，我係有時間就會根據我有嘅時間去到拍啦，亦都係唔會因為我有冇持貨咧而走去分析嘅。甚至可能有啲譬如我喺嗰隻股票度已經賺咗1倍2倍咧，已經賣走咗咧。但係如果我覺得有分析嘅價值，即係我想俾觀眾睇下，咦點解之前我揀呢隻股票嘅咧？佢喺裡面究竟有啲咩操作令到佢可以升咁多咧？我都會係鋪上嚟嘅 ，OK， 亦都唔會話鋪咗一啲嘅公司出嚟之後，哇佢跌咗10%，跟住我就即刻話，喂我唔想講啦，等佢升翻嘅時候先講，費事俾人鬧咁樣，亦都唔會啊。總之我覺得佢有價值咧，亦都有時間咧，我就會講出嚟啊。不過咧我都要講翻少少，即係呢啲唔叫利益申報，不過我想講俾大家聽個真實性啊，即係。究竟我喺實際操作裏面啊，同埋喺我介紹完，即係唔係介紹嘅，即係我分析完呢間公司之後，佢會唔會根據我嘅分析而佢產生即係應該點講咧？我分析完之後咧，究竟佢係咪同我嘅分析係正確嘅咧？咁我都想講俾大家聽嘅。而家暫時得2間公司啦，一間毅信控股啦，10月15號上年啦，跟住之後第二間原生態木業啦，11月20號啊，即係2個月之前啦。我分析呢2間嘅時候咧，佢哋嗰陣時係0.8毫3子同埋9毫6子嘅。今日咧就係收市嘅係8毫子同埋1.04啊。一共係一個係負緊3.61%，一個8.33% 嘅。令到增加個透明度咧，我都加咗幾行嘅，即係近排先加嘅啫。究竟我有冇持有呢啲貨啦？同埋我買嗰個平均價格係幾多咧？你會發現，因為我去到分析啲公司嘅時候，同我買入可能有時係冇買啦，甚至但係買咗嘅時候嗰個係有個差位嘅，都可以講俾大家聽咧，究竟我賺緊定蝕緊嘅。同埋究竟我持咗幾多貨啦，同埋我究竟係沽空啦，淨係買緊。你見到咧第一隻啊騰訊控股做呢個裝修打樁嘅咧，我平均買入係9毫3子但係暫時係冇乜反應啊。呢個第一次分析有幾多人 like 嘅，我仍然對呢隻嘢好有信心啊！所以喺我嗰個 portfolio 即係大家覺得10萬蚊唔係好多錢啦，對於我嚟講好多錢㗎啦。近排咧睇下先啊，個股價就上翻嚟啊，曾經跌到好低嘅7個幾啊，即係證明咧我講完咧唔係話隻股票會即刻有表現。我都重複講咗好多次，就係我覺得抵我就買㗎啦，我永遠唔會去到撈底嘅。佢近排有翻啲起色咧，升翻上去8毫子啦。有個好消息公布咗咧，就係佢哋賣，其實3個月而家啲地產真係好鬼死賺啊！佢賣咗個九龍物業咧，就賺咗1,100萬。我哋睇翻上年咧，佢個業績咧成年都係賺大概7,000幾萬嘅啫。所以佢喺賣樓呢個動作裏面咧，已經佔咗佢賺喺佢做正常業務嘅賺嘅錢裏面好大部分啊嘛，所以仍然對佢好有信心啊！我之前講過，我覺得佢係起碼係個半以上啊。第二隻咧賣奶嘅咧就唔係咁多人中意啦，話之前仲多 dislike 啊。
咁啊好自然嘅啫，因為我一分析咗間公司咧就即刻跌啦。咁啊唔知係咪又有關少少呢間大陸公司事啦，即係啲奶粉問題，啲香港人唔係咁中意啦。不過老實講，即係如果我拍呢啲投資片咧，越多人 dislike 咧，我係越覺得開心嘅。點解咧？如果我拍其他片，譬如打機嗰啲，多人 dislike 我就要反省啊，我咪自己玩得唔好啊，或者乜嘢。但係喺投資嘅世界裏面咧，多人 dislike 咧，即係話好多人去到反對你嘅分析咧，反而咧係一件好事，因為好簡單啫。喺投資嘅世界咧，贏家係屬於少數啊。如果好多人支持你嘅分析嘅論點咧，咁啊，對於我嚟講係一個危機嚟嘅，即係喺投資嘅世界咧，好多時候你都要反主流，唔係每一次都係，但係大部分時候你都反主流，你先有一啲非常之好嘅回報。咁你見我講完之後咧，9.6咧一直跌到哇最低好似6毫8子啊！我帳面上最高咧係輸到去萬幾蚊嘅，咁啊可能啲人唔係咁樣 like 啦，但係好簡單嘅啫。佢越低迷嘅時候，我就越有興趣啊！咁啊，而家因為啲奶嘅價格跌得好低啦，咁就令到拖累咗行業。但係呢間公司仍然好賺錢嘅，所以呢啲市場氣氛我有時唔係搞咁明，就係啲人就係點解你恐慌嘅時候就買入啊？係嘛？即係而家啲金啊，啲油跌到咁低，你覺得佢會唔會長時間咁低？唔會啊嘛！呢啲先係你應該買入嘅時候啊！咁啊，近排又唔知點樣啲奶嘅價格又升，咁樣就利好啲股票嘛，我都唔係好 care 嘅。咁啊，總之而家暫時就賺緊2100蚊啊，我平均價格係1.01毫子，一共係有7萬股嘅。好啦，找完數啦，咁我就交出晒呢一啲嘢先。咁啊，講一講今日呢一間公司啦。咁今次點解我會揀呢間公司咧？就係我未分析過一啲業務型或者叫零售行業嘅股票啦。咁啊，其實日本城未上市嘅時候咧，我已經同好多人講過咧，就係話如果佢有，其實我唔知嗰陣時佢間結構係點樣嘅。如果佢上市咧，我即刻買。即刻買？點解咧？因為我發現好多人咧，佢中意咧就係買一啲所謂啲好熱門嘅股票，或者一啲好似好高科技嘅咩 Apple 啊、咩騰訊啊、咩銀行啊，哇！啲分析搞到好多，好似好吸引人入勝，但係佢啲表現咧就一般般。咁當然騰訊係好另類啊，即係佢真係好勁啊！但係講緊如果佢10年前嘅話，啲人都係唔敢買，而家即係做大咗，啲人先至話大家都喺度和應啊嘛，即係再一次證明咧。大家都唔睇好嘅時候咧，如果你分析正確咧，睇好你個回報先係最大。到大家都睇好嘅時候咧，你先走入去買咧，咁唔好意思啦，可能你就要即係冇得賺咁多啦。咁啊，點解咁講咧？因為其實呢個好出名嘅基金經理都講過 Peter Lynch 就係一般人佢唔走去睇一啲好容易明白，唔去投資一啲好容易明白嘅公司，而專登走去啲咩會改變世界啊？佢話唔需要嘅。咁啊，零售就一個行業係比較容易去到了解嘅。咁如果你睇翻，其實香港嘅股市都係嘅某啲嘅公司都係嘅。我俾幾個例子大家。點解零售嘅行業係可以好似啲人好平庸咧？日本城你唔會覺得佢好 high class 㗎嘛？即係賣下啲家私啊，係啲阿媽啊、啲師奶先至會去嘅啫。OK，但係我就好中意啲公司嘅，好中意都好簡單，買啲日常用品。點解咧？因為佢哋會比較少受呢個經濟嘅周期影響。咁啊，其實巴菲特都講過嘅。譬如佢買呢個綠箭香口膠，即係嗰個品牌，佢話：我唔覺得互聯網嘅興起會影響到啲人食香口膠嘅習慣，或者飲可口可樂嘅習慣。佢係咩意思咧？即係話佢哋喺呢個行業裏面咧，佢哋唔需要點樣好多轉變，或者需要去到轉換佢哋個經營方式去迎合呢個經濟週期或者人嘅生活習慣嘅。咁你諗下，譬如電飯煲啊、啲沙煲呢間餐啊，你經濟好、經濟差嘅時候咧，都係需要用噶嘛，係咪啊？唔同銀行嗰啲，譬如你金融海嘯啲銀行啊、匯豐嗰啲150蚊可以冧到30蚊嘅喎。咁但係你會唔會因為你經濟差，你啲人唔需要買米啊？啲日常嘅用品咧唔會噶嘛。咁我諗香港最好嘅例子咧就係大家樂啦。大家樂係啦。你好少聽見有呢一啲基金經理會買大家樂嘅喎，但係如果你睇佢上市，好嘅，2000年開始
到咗而家咧，佢基本上係個股價係未跌過咁滯啊，仲未計派息啊，哇，成2厘幾，係啦，有啲4厘幾 ，OK。咁點解咧？你諗下，如果係你係大家樂 ，OK， 你係一個普通嘅市民 ，OK， 你會唔會因為呢個咩03年嘅沙士，03年可能特別啲啊？其實你見佢啲股價都唔係跌得好犀利啫。03年嘅沙士啊，又或者08年嘅金融風暴啊，或者唔知97年金融風暴啊，而影響啲人去大家樂食嘢嘅習慣啦，你發現係唔會嘅。係啊，因為反而可能經濟越差嘅時候，啲人仲湧去呢啲咁樣嘅平餐廳；經濟好嘅時候，可能喺第度食。咁所以你見到佢咧長升長有啊嘛，所以我對呢一類型嘅零售嘅行業、零售嘅行業咧，係非常之有好感啊！而且我可以每日我一落街就見到日本城，我睇得佢多唔多客啊？係咪先？你話真係投資大陸啲乜鬼煤礦場喎，大佬，我鬼知佢裡面有冇煤礦咩？即係佢我好容易係咪先？我就算我做晒分析係嘛，但係日本城冇人買嘅，雖然好難啊，即係我覺得日常用品一定有人買嘅。咁啊，喂，我一睇到喎，哇，好多師奶仍然走入去嚇，所以我會好有信心啊。譬如，但係如果你買啲品牌，譬如 Esprit 近排咁嘅思捷，哇，跌到死嚇！曾經風魔過最高係130幾蚊嘅，跌到而家剩翻8個幾。你好簡單，你走入去睇一睇而家香港嗰啲 Esprit 嘅公司，你見到冇人買嘅啲衫好 out 嘅，咁你就即刻即係你覺得哇呢隻嘢唔得啦，係 OK。咁啊，所以呢一個亦都係 Peter Lynch 即係呢個好出名嘅基金經理彼得林區講過就係、是，你投資係可以好生活化嘅。可以揾一啲你睇得到、眼見得到啊！你身邊一落樓就見到個鋪頭，譬如麥當勞啊，OK， 美國佢哋就有好多啦，Pizza Hut 啊，咩 Home Depot 啊嗰啲。咁啊，如果你係一啲聰明嘅或者有智慧嘅投資者咧，你就會注視呢一啲比較所謂平凡嘅公司，但係咧佢哋嗰個股價一啲都唔平凡嘅。好啦，講完咁多嘢之後咧，即係我講解咗點解我一開始就對呢個日本城有興趣。其實我之前已經賺咗浸啦，因為佢近排零售咧就麻麻地 ，OK。咁啊，但係你覺得呢個係週期嚟嘅，所以我對譬如日本城啦，另外一間公司翠華咧我都有買佢股票嘅，但係我就揀日本城，我就唔揀翠華啦，因為翠華都比較重視個品牌啊。其實佢個股價仍然係貴嘅。咁啊 anyway 佢一上市嘅時候差唔多賣咗，咁我大概2個半買咧，咁啊喺3個幾放咗嘅。咁因為即係我都講過，如果你長揸其實係冇問題嘅，係啊。但係問題有時我哋一般小市民唔能夠好似巴菲特每個月都有幾十億嘅現金喺手咧，有時要用錢咧，你都係要放咗先嘅。咁但係佢跌到去2個6嘅時候，我都係買翻，但係跟住睇佢一路跌落去 ，OK。咁但係我完全唔驚啦，係啦。咁我而家咧應該，你等我睇睇先啦。我喺度 mark 翻低啦。今日18號，哇，好快2015年啦，唉，今日新年啦，1373，OK。咁咧就打翻呢一個。我都好似係2個6入貨，如果冇記錯嘅話，咁啊今日就1個92啦。呢個應該係18咯，點解打咗20號咧？1.92啦，咁啊暫時冇變化啦。咁我係有持貨嘅，好少嘅啫，我唔記得，好似1個6毫四，而家我仲係呢個輸緊錢嘅。但係如果我有一閒錢咧，而家冇咧，因為我結婚啦，我一定會 keep 住買嘅。好似有4000股，唔係好多嘅就我買咗，係啦 ，OK， 係咁啊，蝕緊2000幾蚊，其實好少嘅啫 ，OK。好啦，咁啊，跟住我哋唔好齋睇呢啲，我哋睇一睇啲數據先 ，OK， 1373。咁我已經做晒表喺度噶啦。好啦，2月18號，咁我一共發行咗咧7億2000幾萬股嘅。咁啊，如果以今日嘅收市價1個9毫2嚟講咧，佢咧個市值咧係13億啊，即係接近14億啦。OK， 我下次打翻中文咧，可能大家容易啲。M 即係 million 啊，即係1393個 million， 即係13億市值啦，即係唔算大啦。咁佢嗰個固定資產其實所有嘢咧都可以去 A stock 度睇晒一啲。
十分之容易啊嘛！現代嘅科技俾我哋好大嘅方便啦。如果講緊50-60年前嘅基金經理，呢啲資訊唔能夠咁容易攞到，或者啲公司成日想匿埋啦，咁啊而家焗住都要 show 出嚟㗎啦。咁啊當然有造假嘅可能性啦，但係再次講啦，就係我對香港嗰個體制仍然係有信心嘅，即係佢可以假，但唔能夠太離譜啦。咁啊嗰個佢假嘅程度不足以影響我嘅分析啊。OK， 呢個係一個前提嚟嘅。咁我有固定資產咧就7200萬。咁我要講一講咧，零售行業咧，你分析每一間公司，你首先要了解佢個行業嘅特色，唔能夠搬字過紙啊。譬如我之前有啲公司咧，佢哋嗰個 book value， 即係佢哋嗰個淨資產值咧，係高於你嗰個股價，你就覺得好抵買啦。但係零售係好難嘅，佢啲 PE 咧通常都8，而家8咧其實已經好低㗎啦，係啦，通常都係12、13咁啊。所以我之後嗰個我認為合理估值咧係有個假設嘅，不過等陣先講。咁你見佢啲固定資產好少嘅啫，7200萬，但係流動資產好多喎。咁我就好中意啲公司，即係話佢嘅現金流咧係十分之充足嘅。OK， 咁啊總資產就接近1億啦，係嘛？999係啦，睇下先啊，8萬千萬9億 ，sorry 唔係1億係啦，接近10億係啦，接近10億啊佢總資產。咁佢負債咧就係有3億幾嘅。咁股東權益即係我作為股東啦，即係投資者唔係投機者啊，就係要分析間公司就知道究竟有幾多錢係屬於我哋投資者分先。即係你同我講你個市值幾大係冇用嘅，究竟有幾多錢係屬於我咧？呢樣先緊要嘅。咁啊股東權益就係個總資產減總負債啦。咁啊有7億啊，接近7億啦，係啦，6億9千6萬啦。OK， 咁如果計翻我哋個發行股本啊，發行咗7.25億嘅股本咧，每一股咧佢嘅資產值咧就係9毫6子啦。OK， 咁你見到現價1個9毫2，即係話我哋個市價係有1個億價嘅，即係貴過個淨資產值嘅。咁啊呢個喺零售嘅行業係十分之普遍。喺啲咩嘅行業係唔普遍咧？我之後會分析一間地產公司啊，唔係啲大嘅地產，係一間細比較細啊，都唔細啊，但係比較細咧。即係發現喺一啲建築嘅行業，我哋稱之為資產股，即係佢主要嘅嘢係啲樓。OK， 零售業咧，我哋就叫行業或者叫做業務股啊，即係佢個價值就係佢賺錢嘅能力，就唔係佢啲資產。佢啲資產可以冇乜嘅啫。咁啊現價就1個9毫2，你見到咧佢個 PE 咧，如果你除翻嘅話 ，OK PE 而家唔好鬥個 PE book value，sorry。OK PB， 如果你唔明呢啲 term 究竟係乜嘢咧，唔緊要嘅。1.92除0.96係接近2嘅。OK， 即係話佢有1倍嘅溢價，即係佢個股價貴過佢嘅資產係2倍。咁而喺零售行業裏面，其實都係算十分之算低嘅啦。特別佢而家喺一個困難嘅情況啊，香港所有嘅零售業啊，啲人話關唔關佔中事，其實我覺得唔係好關嘅。老實講，即係佔中嘅影響對於啲人，即係其實真係齋吹出嚟嘅啫。OK， 咁啊當然另一部分就係佔中佢諗住佢原意想諗住拖垮香港嘅經濟到要挾嘅政府啊，即係老實講佢哋都做唔到嘢啦，因為佢對香港嘅經濟實在冇乜好大嘅影響啊。佢對啲小商戶就影響大，但係你對啲大型嘅企業其實真係冇乜影響。OK， 咁啊不過呢個題外話。咁好啦，跟住之後咧，佢一共咧個經濟益利，即係究竟佢賺咗幾多錢咧？過往1年啊，盈利摘要 ，sorry 損益表 ，OK， 一共咧係有17億嘅，即係佢一共係做咗17億生意啊。但係咧，佢只係有1億6千萬落袋啊！你當佢嗰個益利係1成左右啦，即係都 make sense 啊。咁啊，如果你去翻佢哋網頁咧，其實你睇到晒啲財政數據啊，收入係過去1年啊，你見到個營業額係有增長啊 ，OK， 但係個賺嘅錢都有增長，但係你見到都係嗰個淨利率咧都係8% 左右嘅咋。咁啊，呢個亦都係零售行業十分之普遍，就係佢嗰個賺嘅錢咧，個百分比唔會係好多嘅，即係你講緊8%，即係你每收100蚊咧，得8蚊係跌落嗰間公司度嘅啫。
咁但係如果你講係其他有啲嘅暴利嘅公司啊，咁啊可以有成20-30% 嘅利潤額嘅。咁啊，但係你見亞信屋咧得2% 到嘅咋，咁啊，所以我唔會投資亞信屋，因為就算喺行業裡面咧都係偏低，100蚊你賺2蚊，其實即係等於冇咯。你1億生意得嗰200蚊落袋係嘛 ？Anyway， 好咁啊，8% 啦，咁啊，除翻發行股本咧，即係平均每股嘅盈利咧係2毫2子啦。我唔知大家明唔明啦 ？OK， 咁如果照計翻每股淨值，即係話如果每股值9毫6子，究竟有幾多錢係固定資產咧？係得1毫子係固定資產嘅啫。OK， 將個固定資產7200萬除翻7.25億 OK 嘅股本，咁只係佔咗10%。咁啊，另外零售業嘅公司啊，同埋呢一啲所謂業務型嘅公司咧，佢哋冇乜固定資產嘅。但係你見譬如地產商有好多固定資產嘅，譬如啲樓啊，譬如甚至上一次我分析嗰啲一啲生產商啊，即係譬如上次嗰個就係生產牛奶啦，1431啦，咁佢啲牛都係固定資產嚟㗎 ，OK？ 咁或者佢要有牧場啊，咁啊，但係如果你講零售業咧，其實啲固定資產其實可能係啲衫啊，係啲貨啊。又係啲揾食工具啊，即係啲商鋪裏面啲裝修啊，裏面啲架啊，其實唔會好多嘅啫。咁啊，最多咧就係現金啦，即係佢賣走啲貨，即係我哋所講嘅，如果做得好就貨如輪轉啦，即係嗰個周轉得好快啦。咁啊，所以佢哋應該咧手持嘅現金就比較多，亦都係我中意嘅。咁你見到佢9毫6子裏面咧有成6毫半子咧都係現金嚟嘅，咁啊佢嘅現金而家係現金等物係啦。4億6千幾萬都係現金，咁佔咗成個資產嘅接近67%，即係大部分啦。我對呢啲係拍手掌嘅，即係我十分啲中意高現金嘅公司啊。咁即係話佢哋假設有衰退或者係唔掂當個經濟環境唔掂當咧，佢哋個現金咧現金流都支撐到佢哋經營落去啊。因為投資另外一個你要考慮嘅就係喺最差嘅情況，嗰間公司係咪頂得順咧？大部分人點解投資失敗咧？佢只會諗向好嗰方面，就係好景嘅時候佢賺幾多錢咧？呢個當然係重要啦，但係更加重要就係唔好景嘅時候咧，佢會唔會死咧？會唔會破產咧？如果佢高現金嘅話，即係佢呢個機會比較低啦。即係話，即係好似你個人理財咁啫嘛。如果我有100萬嘅 cash 喺銀行嘅，你嚟多次金融海嘯，對於我嚟講雖然都係一痛苦，但係比起銀行裏面得10萬蚊或者得嗰幾萬蚊嘅人，我咪會安全好多咧。咁啊，其實你分析公司都一樣啦。咁啊，仲有其他啲 click clack 嗰啲嘢啦，即係唔係固定又唔係現金，可能一啲債務咁樣20%啦。好啦，咁啊接近尾聲啦，因為我想將呢啲嘢咧減到係最簡單啊。最後咧就係我覺得佢值幾多錢咧 ？OK， 咁而家佢個 PE 咧係應該係8左右嘅，嚟睇睇先啊。Yes， 8.65倍。咁喺零售嘅行業裏面咧係比較算低嘅。如果一個零售，因為個 PE 值啊，即係個市盈率咧，每一個行業都有佢哋嗰個一個叫 norm 啊，即係 average 究竟係幾多？譬如你見地產嗰啲啊，市盈率唔會好高嘅就可能3-4%嘅啫。OK， 咁但係如果你講零售啊嚟講咧，就會比較高啲嘅，可能係講緊12至15咧。20就好高噶啦 ，OK， 20倍就屬於偏高，但係正常嚟講都有12至15倍嘅 ，OK。如果你講 IT 業嚟講咧，咁啊幾十倍都唔出奇啊。譬如我哋睇睇呢個騰訊啊，60倍咧，而家佢嘅市盈率係60倍啊，騰訊。但係 IT 股嚟講咧，已經唔算高噶啦。咁你睇金山軟件25倍，亦都係唔算高啊。但係如果你睇美國啲公司，譬如我講 Google。市盈率26倍 ，OK， 即係話 IT 股咧嘅市盈率係偏高嘅。Apple 17倍啊 ，Apple 嚴格嚟講唔係 IT 股嚟嘅 ，sorry。我哋睇 Microsoft 啦，17點幾倍 ，OK， 都唔算係好高啊。IBM 咧，
因為好多呢一啲所謂嘅 I.T 行業，實際上佢真正嘅咧係一個服務行業啊，所以巴菲特啊，你見佢投資 I.B.M 啊，10倍市盈率啦，咁啊 I.B.M 好大嘅收入咧都唔係再嚟自買呢啲硬件軟件啊，而係嚟自服務啊。有啲咩 I.T 行業係出名 ？Oracle 咧18倍係啦。咁即係大家有個 concept 咧，就係如果你係 I.T 行業咧，個市盈率咧正常咧應該係有20至25倍、30倍啦。如果你科網股爆破嘅時候咧，啲可以高到百幾倍啊。OK， 咁啊，零售咧，我覺得12倍、15倍咧，咁啊正常嘅。咁啊，所以我而家嘅每股嘅估值，我假設佢每股嘅盈利啊，每一股係仲係賺2毫2子，其實佢會變嘅。你見佢過往我哋翻去日本城啊。sorry， 嗌慣咗日本城啊。其實呢一間公司唔係真係有日本城嘅，但係太大部分，所以我當佢係日本城噶啦。我哋睇一睇盈利摘要。咦，之前冇 record 喎。OK， 咁啊我當佢唔變啦，即係佢個每股嘅盈利冇增加啦 ，keep 住係2毫2子咧。但係佢嗰個估值啊，由而家個 PE 值啊，由8倍升到15倍咧。咁佢嗰個價咧應該係有3個4咧，先至係合理嘅，即係我嘅估值對於呢一間公司。咁啊，如果比起今日1個9毫2嘅收市價咧，係有76倍嘅升幅噶。OK， 咁啊 mark 住先啦。actually 我喺呢一度加埋 expect price， 咁樣會好啲。係啦。我 expect 咧佢係幾多啊？3毫39。OK， 咁咧，我應該呢一個咧應該放喺呢度，係啦，應該唔好理個 update， 隔一隔。呢一個轉一轉行先啦，係啦。我之前呢一個係幾多我都唔記得咗咯，我遲啲會加翻去啦。我應該真係〜唔鬼記得先。Anyway， 咁我 mark 低咗呢個先啦。我之後抄翻究竟我之前嗰啲分析究竟 expect 佢係幾多嘅。咁睇翻啲片其實都知噶啦。好啦，咁啊今集就差唔多啦。我唔知會唔會太長，我唔知錄咗幾耐啦。咁啊希望大家中意啦。咁有啲咩可以喺下面 comment 啦。好啦，我哋下集見，拜拜。